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初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是元宵，台湾灯会正式开幕。为了预防烧A出意外，国父纪念馆有管制出入，因为台南咸水香仔炮活动是真闹热。中国侦察气球飞去美国，美国时间初4已经甲拍落来。另外，美国中情局警告，习近平已经下令2027年之前会拍台湾。有一个负责人骑车载囡仔去平溪佚佗，所弄到办元宵活动的爸仔不幸过往。加上讲，因为警示做了无够，才会来发生车祸。台湾灯会经过23年了后，今嘛总算是转来台北举办啊。今仔日宴会会正式开幕，这个主场是伫咧国父纪念馆。为了预防人伤济发生烧 A 烧 K 意外，主办单位按说会做人流的管制。新冠22公尺的科技拖伫国父纪念馆广场配着音乐家丁光的表演，大大目睭真引人注意。2023年台湾灯会伫台北，除了主灯，也配合4大灯区。伫元宵节下晡就开始有游行的活动，主舞台区有表演的团体接力到店来庆元宵。我们整个展区非常的辽阔，从101市府前一直到国父纪念馆。忠孝东路延伸到东区商圈，很高兴啊，开心。很开心。年前你有来看吗？有，对啊，很棒啊，我们都有来。因为在这个时候过来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样就好了。过23年了后，台湾灯会佫转来台北，也引起真侪台北人的回忆。元宵节暗时，灯会正式来开幕，就惊人伤多伤集中。7点单位讲，伫国父纪念馆7个出入口拢有人流的监控设备，会用人体骨架来计算，每看下个人的数密，以每平方公尺上水徛3个人计算，总容纳量大约是21万人。严格若是达到8成半，就来启动相关的做法。达到80%之后呢，我们会启动一些因应的机制。比如说，会开始控管这个人流，去这个劝导民众，就是转往其他灯区，或者是暂时不要进入博物馆这个灯区。辖区的信义分局也规划部署警力，提醒民众在灯会期间，国父纪念馆、市政府甲乡体大道周边袂使骑脚踏车。主办单位呼吁赏灯的民众会使坐大众运输工具，一旦现场人流达到9成，捷运也会计站无停，暂时袂停国父纪念馆站。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粒疑似是中国的侦察气球飞去美国本土的代志，最近这几天是真受大家关注。美国当地初4下晡出动 F-22战斗机，伫大西洋的空中，把这粒气球拍落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来按算是要访问中国的行程，即嘛暂时冻点。专家分析，捕捉到这就是中国的目的。而且透过侦察气球会当收集到的情报资料，会比侦察卫星要搁较济。战机飞过天顶，拍落定炸龟龟，龟龟就往地面落落来。美国当地初4下晡，当局出动 F-22战机伫大西洋空中拍落一粒疑似中国的定炸龟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初一就知影有一粒龟龟，慢慢要求国防部赶紧拍落来。They decided that the best time to do that was when we got over water outside within 12-mile limit. They successfully took it down. 为了拍落龟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关闭南卡罗来纳州甲北卡罗来纳州在机场差不多2点钟，耽误真侪航班。而定早龟龟出现，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周末要去访问中国的行程嘛暂停。中国嘛发布声明，表示已经甲美国讲是民用的飞艇，意外飞入美国境内，说互美国拍落来，批评美国违反国际惯例。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中国的目的，想要借此来观察美国的态度，甲表达不满。Because it's a balloon, it can act with a certain impunity in this sense and has this plausible deniability saying that it's a weather balloon. And I think the statement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make is that they are not okay with 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is closenes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前中情局分析员哈尔特认为，有时阵透过侦察龟龟会当收集到的情报，会比侦察卫星更较济，会能测试美国应对枪声行为，计算美国军事准备的时间。而除了这粒龟龟，还有另外一粒中国侦察龟龟，正咧通过来自美洲。中美洲国家和斯大利加已经证实，有民众伫首都圣荷西看到真小型的龟龟飞过国内的空中，不过龟龟无消息，嘛无坠落。目前未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国视新闻台是童朋友。
即个因为中国的高空气球飞去美国的代志是引起真侪讨论。其实高空气球上早主要是用伫咧气象的研究，或者探空气球，除了会当接收地面的数据，卖飞去大气站或者是对流站来侦测温度、湿度、甲风速等等，后来发展做军事用途。都有学者讲，探空气球的功能虽然是无像画册遐尔啊济，不过因为成本低，中国军方最近这几年是真积极伫咧发展这种无人的载体，运用伫咧战场的经营。3、2、1。黄白色的气球装着氢气，真紧飞上天顶。最近高空气球引发中美紧张的情势。其实气球功用真多，50年代北送接宣传单甲物资到对岸。空军气象连队绿岛探空分队的这个探空气球，能收集温度、湿度这数字，伫演训的时阵应用到。它如果不知道结冰的高度，甚至它会造成我们的发动机就卡住结冰等等。高空气球能探测大气环境的现象，也渐渐变做战场经营的一部分。尤其强军科技研发团队一直研发更加大型、飞行高度更加悬的气球，也有侦察的功能。去年有民众随摆看到中国高空气球飞过台湾的上空，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讲，几年前做飞行员时就看过。那我有看到，那大概像大巴士、大客车那么大吧，那个下面有驮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报方位，它的高度，它判断高度都蛮高的哦，大概都1万公尺以上哦。你拿飞弹去击落一个气球，算是4倍公办。张彦廷讲，探空侦察气球会收集一寡地面的参数，虽然功能无度比着卫星，不过造价相对是较俗。学者讲，中共积极运用像是无人机、探空气球这载具，计效比该拍落来飞弹也较低，真适合战场的运用。它的成本是很低，而且因为它这个飘在空中嘛，它以太阳能的方式让它持续不断的在这个高空中执行这个它所谓的这个大气这个探测相关的任务，只是它的确可能在这个区域，它这个移动这个控制能力是比较低的。有学者认为，探空气球能收集的数据有限，美国这摆决定该拍落来，应该是政治考虑比军事较大。国防部讲，对着台海周边航空飞行器，包含空飘气球，国军运用联合情报监管机制，拢有掌握，并且看这个威胁的程度，应变来反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有关两岸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根据因掌握到的情报，因知影习近平已经下令，要伫咧2027年进前做好拍台湾的准备，呼吁咱国袂当看轻习近平的野心。因若顶一日嘛发现有中国军舰出现伫咧苏澳的外海，咱国甲美国的军舰嘛有伫咧后壁挖紧监控。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3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 ADIZ。中军一直了台，咱国防部最高公布，侦测强机6台次，强舰4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昨日也有民众翕到强军的飞弹护卫舰滨州号伫咧咱宜兰苏澳外海出现。后壁毋但是有咱方的海军基地级别驱逐舰伫咧地，也有美军的一台康迪德罗加级别巡洋舰。台美的舰艇敢若是包夹监控强军舰艇的动态。台湾的船舰在尾随中共进行这个监控，那美军的这个巡洋舰也是在另外一侧，这舰首也是指向同样的方向，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一种默契，来作为一种协防的这种做法。面对中国的军事动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昨日提醒讲，无应该低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武力犯台野心。而正对俄乌战争内面吸取教训 ，CIA 情报显示，讲台时间点是2027年进前。We know as a matter of intelligence that he's instruct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be ready by 2027 to conduct a successful invasion. Now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he's decided to conduct an invasion in 2027 or any other year, but it's a reminder of the seriousness of his focus and his ambition. 伯恩斯讲会继续协助台湾有自卫能力，阻挡中国犯台。这么台海的情势，各界拢正关心。随时伫咧1年点几个第32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会后发联合声明，再度对台海情势表达关切的立场。咱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加肯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国内疫情，伫新加了的一礼拜。确诊的人数是比顶礼拜增加3成。
指挥中心讲，还要观察疫情的走向，甲医疗量能，加上各部会配套的措施，才会当决定续落来挂喙暗的规定，敢会做调整。解除禁令了后的过年，人是南北来去去，疫情真受到关心。国内伫元宵节新增加22594例本土病例，中重症761例，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73人死亡。虽然一天病例数比顶礼拜减少，不过回顾过去一礼拜，比前一礼拜同期病例数增加3成外。指挥中心会密切观察疫情的发展，但建议催暗进一步放松的做法。主要可观察3个因素，第一个是疫情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看整个医疗量能的紧绷的部分有没有解除。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各部会的一个有关口罩令解除的一些相关配套措施。有医师认为，农历过年自花团圆出国顶，造成一波疫情清关，大约2礼拜内就例外。因这阵民众自然感染过 BA.5 甲疫苗交叉形成群体保护力，和病例数未冲相关，一直到有新的变异株进入台湾，才有可能再有一波规模较大的感染。对脆弱族群的一个监测，免得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没办法得到抗病毒口服药物，或者说因为那不慎遭到感染，后面会有更严重的重症或有后遗症那这些其实都要进一步有配套措施。医师讲，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即阵无亲像疫情初期致死率较悬，不过也无到流感的阶段。每一摆变异株进入，拢也是会互脆弱族群性命带来威胁。按照时间来做成疫苗甲验血来监测病毒株，依然是即阵必要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一个小姐，顶礼拜是送二母车带伊3岁后生去寿山动物园佚佗，才离开无几秒钟尔，雄雄出现规定的高山啊，甲即只二母车引互倒，乌白饼伫找食的，即个小姐看落是惊一个。针对这点，动物园回应讲，因有采空棒，嘛有用广播来宣导，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嘛，呼吁大家，若是去动物园的时阵，食的物件都要放伫个盘仔底。毋过，若是无细意拄着高山啊，真正来抢食的，嘛毋通硬甲小姐，避免受伤。带3岁后生驶高雄寿山动物园，彭小姐将皮包挂伫红野车，避免高山来抢过用布砍掉咧。带囡仔离开红野车无几秒，几啊只高山啊都来啊！凊彩变物件，佫将红野车塞倒。已经有其他的路人经过，就爸爸这样子，然后他们靠近，想要帮我拿回来，可是猴子完全也不怕。代志发生伫初一，彭小姐真无奈。礼拜一下晡重回寿山动物园，有不少人挂塑胶袋啊，也佫互高山啊抢去。婴儿推车上，或者是一般游客入园的时候，都不要手提食物，也不要在上面挂任何跟食物有关的东西，塑胶袋也是一样。可能用一些衣服把它盖住，就不会让他看到。我觉得大人有照顾好小孩，应该就还 OK。大米高强村提供协会表示，寿山动物园原本就是台湾狗生态地，那进入园区都要有一支塑胶袋啊，拢免放伫外口，才袂误认是食米。杀红野车家长也唔通离开红野车。那我们遇到猕猴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去瞪视它，也不要去有攻击或骚扰的行为。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寿山这边做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猕猴的观察基地。动物园回应高山抢物件食的状况发生真侪摆，唔免惊吓，因为因的目标是食物未伤害人类。园区内底已经设定点看板甲广播提醒，未来若是高山数量增加，也增加广播提醒游客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暗时啊，伫咧台南的新市，有一个拍远的冷仔工厂发生大火，乌烟是一直闻出来，而且冷仔烧气的臭味是吐到高阳气，大大影响空气的品质。高雄市府目前是已经启动应变措施，并且民众若无代志，就暂时莫出门。除了台南，屏东透早嘛有发生另外一个火灾，有一栋登录做馆内的历史建筑，2楼的厝顶是熊熊导火，因那导火原因目前要当地调查。县府嘛请警方都来查明，敢是有人去偷放火。大火将暗暝就甲光影下，初时暗时台南新市这无咧用的车轮工厂大火，60位消防队员现场灌救，总算控制火势。不过市府提醒台南新市生活，连徛新市高雄的阿莲、田寮、内门这所在，空气可能造成污染，民众塔门爱关起来。偏北风将污染物及异味带往本市，
那造成本市有空气品质不良以及有异味的情况发生。那环保局也提醒市民朋友减少外出活动。车锅透早高雄无帮忙，有不少人反映闻到塑胶味。市府表示，因为台南大火烧的时间伤过长，烟尘飘到高雄，团开条件无好，已经启动大型污染源检排，加强稽查。屏东人民总病院园区车锅透早也传出大火，导火点是被列为历史建筑的正气楼，火势控制了，发现正气楼2楼厝顶全部受害去，好在无人伤亡，也无影响病院运作。官府无排除有人讲是放火，已经请警方介入。大文跳伞部队的对史馆，然后因为它的架构也是一个日式街架构，所以我们当时也把它登录在我们13栋的历史建筑里面。正气楼伫民国110年登录做原来历史建筑。文作所表示，即摆受害去的建物内底无册，即存早期装修的时阵剩的茶库、册架这物件，会由官府全面来修好。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继续来关心国内水情的消息。咱国内规模上界大的暂温水库，目前欠水量是已经无到23.5%。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最近就配合天气的条件，做人工吹雨，希望会当争取更较侪水资源。经由中央气象局预报，测试暗时南水局发现暂温水库集水区云渐渐高，也赶紧来进行人工净化作业，希望会使为集水区加入一寡雨。这是农历年假了后头一摆进行的人工的净化。正乌山头2个水库合计的蓄水量是1.67亿立方公尺，蓄水率为28.49%。南化水库的蓄水量大概是5495万立方公尺，蓄水率为61.5%。那因为目前高屏溪流量逐渐下降，故高雄北宋的水量已经逐渐调降为1万吨每天哦。台南对去年11月水情灯号已经转做黄灯，这阵水情依然是无好。而高雄地区甲过去30年同期高屏溪水流量来比较，相关是相对较低，雨量也是近20-30年来上低。不过因为探沙来因应，水道又搁修经，这阵南部地区的供水是无问题。工业单位自主节水，这个部分是由工业局还有台南市政府去落实督导。那农业节水灌溉水库出水管控、水源跨区调度等，来因应后续南部地区公共用水需求。目前没有供水疑虑。高雄市政府建议经济部调整水情的灯号，提醒民众爱节约来用水。而台南地区也进行控化的做法，包含民生用水暗时减压力用水，停止非必要用水。根据统计，到去年12月，台南大路的清洗、百花草食物回收水的平均使用量比2021年控化时阵增加2700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15元宵，台南咸水2港一暝芳仔炮射击的活动，今嘛恁桥是已经分5条路线出发啦。咱来看现场最新的情形。5座炮声点倒起来了后，芳仔炮射击的活动正式起鼓。恁桥射击的路线沿路拢会放芳仔炮。今年咸水芳仔炮以大典风土为主题。主办单位按算暗时9点的时阵，会伫咧咸水国中的运动场放200万支的芳仔炮，这是今仔日活动的重点。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民众，参加芳仔炮活动的时阵，爱穿长尾仔的衫裤，而且挂棉仔材质的喙罨，唔通穿塑胶护膜，才会当确保安全。伫新北市有一个负责人，初三暗时的时阵，伊骑奥多摆载因后生要返去厝的路日。启动着新北市府外包厂商搭伫咧路边元宵节活动要用的瓶仔，这个负责人当场就不幸过往。家属是指控讲，现场因为警示做了无够，这个负责人才会未负反应。因那管理局即嘛是讲，已经有做补强啊。因那即届事故的责任爱算虾米人下，目前检方要当伫咧侦办当中。设置行主顶筹备工作结束，并启天定节伫元宵节登场，不过开幕进程却传出意外。救护车赶紧要来救人，有一个护理人骑车往天顶活动布旁倒地了后受重伤，送医不幸身亡。骑士严重受伤，同车幼童也有擦伤，骑士经送医抢救，已晚间仍不治。
现场有封锁线建设人员的采证，通知厂商到案说明。死亡车祸发生在初三暗时6点外，45岁姓郑妈妈载一对双生后生到滨溪佚佗，骑车倒来中途，经过台二丙线，其后磅空头前凶弄到布棚，当场就失去喘气甲心跳。一个小盏的灯那边闪，路障交通锥都没有，起雾什么的，骑车根本就看不到，连去救援的那个车，他都说他也差点撞到。为天顶活动，新北管府局委外厂商设布棚，暗过加速心跳发射。布棚当地机车慢车道，现场无人在顾，只有布棚下边挂红色警示灯，安全措施无够。视线较昏暗的时阵，根本是袂负反应，已经提高刑事告诉过失致死。除了就是说，原本就是我们有那个警示灯，这都有，原本就有哦。那在昨天的话，我们利用交通锥做一个渐进线的一个方式，那把距离拉长，然后呢再加一个叫做爆闪灯的东西，就是加强警示。已经布局现场警示，新北管府局也表示，专业提供家属协助指示，责任的归属，继续回应交由检方承办厂商是不是牵涉过失致死，加调查原因，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已经2年啊，目前知影有2900多人死亡，超过300万人是有路无厝。面对军方要伫咧年底举办选举，有10多个民间团体伫咧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呼吁社会各界除了人道救援以外，唔通承认这场选举的正当性。2021年2月7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根据台湾成员缅甸联盟的统计，2冬以来有2000多人死亡，超过300万人有路无厝。即马军方准备年底举办选举，台湾人权促进会站出来呼吁，望社会配合联合国的立场，拒绝承认正当性。他没有实质控制的一个所谓的缅甸军方，他所要宣称举办的一场选举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就算接下来发生了所谓的这个选举的活动，我们国际上也不应该承认。所以，联合国的这一位缅甸的人权专家，他呼吁国际社会，我们应该要拒绝承认缅甸军方。10多个民间团体向政府提出3项诉求，希望新任内阁会当保障伫台湾缅甸人的居留权。正式表示无承认缅甸军方，无承认选举。去年拄则互中国政府释放的人权推动人士李明德表示，海外的缅甸民间团体爱尽力协调人道救援，配合制裁。海外的缅甸人团体应该呼吁所在国的政府配合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军政府，应该要去关注外国所有迫害人权的事项，因为当我们在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提醒我们，人权跟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台湾成员缅甸联盟嘛讲，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已经减少对缅甸的外交活动，望台湾民间企业嘛停止对缅甸军方的任何交流。记者麦上现场随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有锋面通过，各地都有机会会落雨。北部、东北部有可能会落大雨。未来一礼拜，北部甲东半部，敢若伫咧拜四甲礼拜这2天天气是较稳定，其他拢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是较湿湿、较凉凉的天气。因那中南部是敢若明仔载落雨，所落来都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所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先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